感谢嘉禾的报道，咱大甲妈绕境进修一路上是有真侪虔诚的信徒来随香。反正东华大学因为受到地动影响，学校的实验室嘛受了啊，损失是真惨重。大学生对中华来出发，对大甲妈随身扎一个募款的条码 QR code， 希望替学校来斗装定建资金。 家顶冠有印丁建关自传号 QR code 抓帮排列，5位台花莲东华大学学生，因为校校受到这摆地动的影响，理工学院实验室互火柜烧起，因着为中华出发，对大甲妈做绕境，希望帮助校校种着定建基金。就是大家看到牌子就会停下来多看几眼嘛，然后也蛮多人帮我们加油跟支持的，然后也有很多人就是把这个拍下来，然后发给他的亲友，这样子就大家给我们蛮多帮助的。加油加油！谢谢。好样，1000块。谢谢。 在家顶南宫妈祖绕境进香的第3天，初七暗时8点左右，通过西里大桥入去到分灵馆，因为拄到连假，大桥广场数万人接驾，现场是闹热滚滚，一直到暗时11点才自驾西里复兴宫。清明年节的关系，人足济，济点心啊，传的物件拢无够，今年爆量，西里个人流将近50几万人。 大甲妈祖的銮桥自驾西里复兴宫了后，就起驾，设备沿途经过好买的土库原种顶乡镇，今麦已经到嘉义新港，暗时歇伫奉天宫，找到透早8点举办绕境进香结束大典。记者王伟雄为您报道。